政府的力量有限，民间的资源无强，面对这波的疫情，民意代表嘛为和民间的资源共同做爱心，包括台南市朝日兴盛会、台湾全民食物银行、甲利仁公司、台北烤味米粉汤等，共同捐赠民生的物资甲餐点，予医护人员为因来加油打气。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一次透过我们的朝日行善会，媒合我们台湾食物银行以及我们的里仁事业，还有我们在东区的台北口味米粉汤，大家透过民间的力量，就是希望可以给我们医护人员第一线的支持、打气以及鼓励、加油的力量那非常感谢我们医护人员包括我们现场我们的市立医院的蔡院长带领所有的团队医护团队，不仅是在医疗的资源，甚至在这个防疫的工作上以及卫教的宣导，都承受着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一次的一个媒合、抛砖引玉，呼吁我们的全民，大家要理性正向的来面对这一场的抗疫行动。也希望这一次的疫情可以早日获得控制，让我们的全国国人都可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我们感谢我们台湾全民食物银行这次媒合的我们里仁事业，他们广大的那个顾客捐赠的爱心种植，那里仁的那个有机种植在我们台湾是非常有名的，大家可以尝试看看。那在这防疫期间内呢，就我们蔡甲薇议员就是帮我们媒合转介了我们那个市立医院的蔡院长。那感谢蔡院长，他们在防疫期间内，就是为我们做第一线的防护，他们也辛苦了，让我们有机会呢捐赠这个爱心粽子来送给他们食用。这届的捐赠总共有600粒的蔬菜粽，加150份的餐点，分别送给省台病院、新楼、安南、甲台南市立病院。市立病院由院长蔡良民来代表接收。这道给咱送真侪粽子啦这是真健康可口的粽子因为这道防疫大概事实上是全岛一命了那我们台南市整个从市长、卫生局长跟各个院所，大家都是积极部署努力防疫，当然也要照顾好我们的市民的健康。那在这个端午节的前夕会当吃到好吃的肉粽我想这个大家同仁应该拢真高兴啦而且这个感受到这个各界给我们的支持跟温暖那我们会继续努力。民间企业捐赠的蔬菜粽予医护人员，主要希望端午节会用予医护人员嘛用感受到佳节的温暖。虽然政府呼吁爱家乡唔通倒去故乡，不过民间也是处处充满着爱心。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